Hello，大家好啊！呢排天氣凍咗好多喎，有冇傷風咳嘅問題呢？記得保重身體，着多件衫啊！嗱，止咳化痰潤肺嘅湯水呢就有好多種嘅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簡單好味又易煲嘅蓮子百合雪耳豬展湯，希望大家中意啦！喺我分享之前，請大家免費訂閱我休閒小生嘅頻道，仲有撳埋個鐘仔，當有新片上架嘅時候，就會即時通知大家噶啦。嗱，一般嘅藥材湯料呢，都會經硫磺分焗過，以防止昆蟲嘅滋生。而硫磺對我哋身體係冇益噶，清水就能夠有效將殘留喺藥材表面上嘅硫磺清除。咁而家就等我哋先將啲藥材用清水浸泡佢最少30分鐘先，再用清水沖洗乾淨，擎乾水之後呢，咁啲中藥材湯料就可以備用噶啦。嗱，一般中藥材湯呢都會帶有多少嘅苦澀味，所以我喺材料方面就會加入適量嘅蘿蔔同埋粟米，以中和藥材嘅苦澀味，同埋令到湯嘅味道更加清甜，而營養豐富就不在話下啦。大家不妨考慮下我呢個做法。到處理啲煲湯肉類啦，我今次會加入大概600克嘅新鮮豬展。同埋有2條嘅雞髀骨都加埋落去啦。而家先將所有嘅材料飛水，用凍水開始飛水，然後用清水沖洗乾淨啲肥油污糟嘢咁啦，擎乾水就可以備用噶啦。OK， 所有嘅湯料已經處理好晒，可以開始煲湯噶啦。我今次預備嘅湯料份量都幾多下㗎，我會加入大概7公升嘅清水，哇，會唔會多咗啲啊？視乎個別湯煲嘅火力，煲起之後大家要預咗得返7-8成左右嘅啫。嗱，如果各位網友係用明火煲嘅話呢，水滾計，大火煲佢15分鐘，然後轉細火再煲多1個鐘頭，45分鐘，全程煲2個鐘頭。咁煲好之後，我哋返嚟再傾過。哇，好香啊！大家可以因應住自己嘅口味，加入適量嘅鹽啦。我呢度加入半茶匙嘅鹽，我覺得個味就好正啦。一個止咳潤肺又化痰嘅蓮子百合雪耳豬展湯，咁就搞掂啦。大家中唔中意呢？呢排嘅天氣忽冷忽熱，真係好多人有傷風咳噶。大家要明白，食療湯水只能夠作為一個輔助性質，要維持健康嘅身體，最重要都係要保持適量嘅運動、均衡飲食同埋充足嘅睡眠，呢啲先至係健康嘅根源嚟㗎。我休閒小生喺度祝願大家身體健康。至於詳細嘅材料份量，可以參考我視頻裏邊嘅內容部分，就有相關嘅中英文食譜㗎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今日嘅分享嘅話呢，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將個視頻分享出去，仲有幫忙多啲欣賞廣告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